瘋狂粵語開播啦！咩啊？本期節目冇人贊助播出，瘋狂粵語係由一本正經工作室策劃製作。喺我哋本期節目開始之前，有一個好簡單嘅問題，想問問各位觀眾朋友：睇咗咁多期瘋狂粵語，你哋知唔知道廣府文化嘅發源地係邊度呢？請問你知唔知廣府文化嘅起源喺邊啊？肯定廣州啦。廣州。廣州啊？廣州啊嘛。請聽題：廣府文化嘅發源地係今日嘅邊一個地方呢？ A. 廣州 B. 佛山 C. 番禺 D. 肇慶。你已經用咗打電話俾朋友同埋50-50兩個錦囊，你而家剩翻呢，就係問彈幕觀眾呢一個錦囊嘅，或者你可以選擇而家攞走張 check， 俾你摸下先啦。好啦，摸蝕晒，點啊？攞唔攞走啊？我選擇問彈幕觀眾。OK， 咁多位觀眾朋友，將你哋認為正確嘅答案發到彈幕當中。碌場，你嘅選擇係？我嘅選擇係 C 番禺。碌場，你選擇嘅答案係 C， 確定唔會再改你嘅答案？確定。OK， 答案 C， 呢一個答案係錯誤嘅，錯嘅，錯晒嘅，你離晒譜啊！你錯一啲唔啱，錯晒啊！攞唔到張 check 啊！攞唔到啊！你只可以帶走你6個7嘅獎金。多謝晒碌場。唔好意思，咁多位同學仔，係冇錯，廣州的而且確係一個好有歷史嘅城市。而越秀區每一年都會話自己係廣府文化嘅發源地，又係1000年嘅商都核心，仲年年都會舉辦廣府廟會。但係廣府文化唔單單只代廣州，而講到發源地啦，就更加唔係廣州，而係肇慶。各位肇慶嘅朋友仔，發啲彈幕嚟睇下啦，威翻次啦嘛！有冇搞錯啊？唔係廣州，咁啊20幾年咪等於表錯情？我哋傳承嗰啲咩啊？肇慶文化。不過一封老老實實啦，你講清楚啊！碌場稍安無躁。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嘅詳情，咁就一定要睇一睇郭 Sir 讀史片啊！即刻去片啦！郭 Sir 讀史片。其實呢，廣府呢個名係冇錯嘅。佢係由嶺南地區嘅廣信府同埋廣州府經過歷史嘅演變同地域地名嘅變化，經過水乳交融之後，就變成咗我哋今日講嘅廣府啦。但係郭 Sir， 廣法我知喺邊，中信我都知喺邊，但係廣信喺邊啊？我喺地圖度揾唔到噃。其實呢啲真係唔怪得你哋，因為廣信呢個名已經唔存在啦。早喺隋朝時期，廣信呢個地方個名就俾人改咗做蒼梧縣。呢一啲咁久遠嘅歷史，相信大家都唔記得噶啦。我以前咁清秀嘅樣貌，你哋都唔記得啦。我講咗咁多粵語 gap， 你哋 get 唔到，我哋已經有 gap 噶啦。OK， 所以咸豐年前嘅地理就應該有專家考察，而據考察，以前嘅廣信就即係而家嘅肇慶封開。但係郭 Sir， 你之前明明講過南越王係喺番禺，即係而家廣州噶嘛？點解無啦啦去咗廣信呢？雖然南越國係短命王朝，只不過作為中原皇帝漢武帝會驚噶嘛？話就話南越王香咗啫，點知佢啲子孫會唔會一個屈尾十打翻嚟噶？所以漢武帝喺嗰個時候就將喺番禺嘅政治中心搬咗去廣信，而廣信就係漢武帝改嘅名，佢嘅意思就即係話初開粵地，而廣布音訊咁解。再加上廣信當其時係處於南北嘅交通要塞，有大量嘅中原人士移民落嚟。哇！你話嗰陣時如果開間移民公司，你都咪話唔賺啊？咁啲移民同埋嗰啲嶺南人咪搞埋一齊啦。佢哋原有嘅中原文化同埋古百越嘅文化，就好似曖昧當中嘅男女咁，產生有頻率嘅碰撞，繼之而係有規律性嘅摩擦，產生火花之後，你儂我儂，就誕生咗另外一種嘅文化，就係我哋廣府文化嘅根源啦，是我的根源。但係有根源係未夠嘅。雖然話就話喺兩漢之後，
廣信係嶺南集政治、文化同埋軍事嘅中心。只不過之後有好多嘅統治者咧，都好中意選擇廣州嚟做 New Centre。無他嘅，因為喺廣州做生意方便啊嘛。馬克思話俾我哋聽，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亦即係話經濟係硬實力。喺明清時期，廣州作為北江、西江同埋東江嘅三江匯合處，又近海，喺呢一個條件下，內地嘅貨品就可以通過水路嚟到廣州，而呢啲貨品嚟到咗廣州之後，就可以賣俾啲西人。但係又諗唔到，啲西人好中意我哋國產貨，咁廣州自不然就俾上頭重視㗎啦。於是乎，廣信府就變成咗廣州府，而廣府文化嘅中心亦都從廣信變成咗廣州。嗱，如果要將廣府喺地圖上面畫個圈，係應該包括以珠三角為中心嘅粵西同埋粵北部分地區，以及係廣西嘅東南地區。呢幾個地方佢哋嘅共同點係講粵語，所以嗰啲開口埋口就話嫁電啱嘅人唔係自己人嚟㗎。嗰家福你好過分啊！我都係潮汕人嚟㗎。喂，BB，我搞 get 啫，冇嬲啦，你唔好走啦。之但係無論係廣州定係肇慶，大家都仲係同聲同氣。以前粵人出嚟行嘅時候，一定要有個字頭，就好似國家咁。你喺第二個國家係應該有個大使館噶嘛，如果唔係好容易俾人恰噶嘛。而基於嗰陣時廣州同埋肇慶密不可分嘅狀態底下，以前嘅粵人個字頭就叫做廣肇幫。靚仔，你唔知呢個球場我哋廣肇幫睇嘅？夠膽老虎頭上釘蝨乸？隨住古百越文化同埋中原文化嘅持續碰撞，又喺新嘅時代當中不斷咁吸收西方嘅文化，廣府文化就逐漸溝出咗一種新嘅形態。所以你知㗎啦，4A 腔其實都算係粵語文化嚟嘅。你唔問特是釘啊？係嘛？繼續㗎啦。總而言之，一句到尾，廣府文化就即係粵語文化帶嘅文化。十分之清晰。你聽唔明咩？我講多次，粵語文化帶嘅文化，唔使審啦。呢段嘢又係你寫㗎啦，鬼咁吟沉，打得少啊？唔係我寫嘅，專家寫嘅。哦，係咩？唔好意思喎。唔緊要啦，我都慣㗎啦，錄製啦。好。所以廣府文化史考專家團就提出話，粵語係廣府文化嘅載體，係廣府文化最大、最獨一無二嘅特色。所以各位廣府傳人，希望大家用彈幕俾啲掌聲呢啲專家。而各位嚟自肇慶同埋廣州嘅朋友仔，為我哋嘅友誼乾杯！其他唔知嚟自邊度嘅朋友仔唔緊要，你哋都可以快啲發賀電。OK， 夠數，去廣告。一個人嘅選擇有時候都好重要，尤其係要揾一個適合自己嘅地方。肇慶、雲浮、湛江、清遠、茂名，二線城市超低房價，逃離北上廣，你哋做得到。廣信移民，我哋幫到你。歡迎翻嚟瘋狂粵語。咁點解我哋要講廣肇幫，而唔講下其他地方呢？因為唔係每一個地方攞嚟做字頭都係咁殺食㗎。你喺廣州，你去天河區，你搭我朵，你同人講我烏字頭啊，我跟龍口西烏風啊，你會發現啲服務員都禮貌好多㗎。我喺天河同埋番禺一帶係比較有知名度啊嘛。我微博 fans 閒閒地27000喎，爭啲28000添㗎啦喎。我啲 fans 一人發條彈幕，埋咗我仲得啊！但係離開咗廣東省，你再搭我朵就冇辦法啦。甚至乎你嗌佢哋做靚仔靚女都冇反應，點解啊？因為佢哋唔識聽粵語啊嘛。外省嘅朋友仔，你中意我，你攞我嚟做手機桌面，人哋以為你中意郭京飛添啊！唉，大佬冇用啊，大佬照你哋唔到啦。所以你哋應該點解決呢？你要為我充電啊嘛！如果唔係，點做番禺區揸 fit 人啊？不過言歸正傳，睇完成期節目落嚟，可能有好多朋友仔都會覺得廣府文化嘅中心咪就係廣州咯。
好地地做咩要提廣信同埋提封開呢？嗱，説話就唔係咁講啦。正所謂風水輪流轉，你點知第日人哋封開唔會重新崛起啊？所以學好呢一段歷史，第日擦起鞋起身有文化之餘，都唔會咁虛偽噶嘛。不過呢個並唔係我哋今期節目要講廣府文化嘅主要原因，但係主要原因又係乜嘢呢？嚇？又做歷史？唔好啦，好悶㗎，次次收視都唔好，不如停更啦。老細話要做喎。唔係，事情唔係你哋諗嘅咁。因為我知道學歷史係好枯燥嘅。我哋工作室啲妹子一聽到話要做歷史題材，個個都話唔好。哦，你開心就得啦。除咗靚仔同狗，其他嘅我都冇興趣。歷史啫嘛，或者開用咩？唉，我知冇乜用，但係呢個世界上有好多知識對於我哋嘅生活都係冇用㗎啦。地球圍住太陽轉，哇真係㗎！月亮離地球嘅平均距離係384400公里，哇你好叻啊，關我事。但係喺我哋好多人當中，有一部分都會因為自己獲取咗知識而感到快樂。我亦都希望我哋觀眾當中嘅有一部分人知道廣府點解俾人叫廣府而感到開心，呢一啲咪傳承咯。咁其實本期節目亦都為我哋嘅地方篇開咗個好頭。我哋大廣東咁多有名嘅地方，無論大細，都總會有自己嘅故事。省佛陳龍、南粵文明排住隊講都得啊，總有一個啱你心水。不過若然未講到你屋企嗰頭，唔使心急，下次啦。風寒粵語，下期見。咩啊？粵語時間，向遠詞死亡嘅意思，並唔係咁嚴肅嘅講法。屈尾十，屈係彎曲嘅意思，十字嘅第二筆兜咗個彎，意思係指人走咗之後，又是兜翻轉頭，恰欺負嘅意思。閒閒地形容事情好平常，並唔係咁緊要。老虎頭上釘虱乸，釘虱乸用指甲將啲虱碾死，喺老虎嘅頭上將啲虱碾死，形容人膽大包天，任意妄為。沉，嘮嘮叨叨，好囉嗦，話多但係聲音唔高。講聲俾我聽，係咪打交？死啦你傻仔 ！You're fucking dead, mother！ 你嘅隻鬼，睇唔睇到啊？睇唔睇到？睇唔睇到我操作？所謂風騷。破滅君主，冇人要嘅，冇人要我要啊！地流資源又唔識攞啫，蠢，識唔識打㗎？啊！你真係〜野區又唔控，又要俾人殺，清塔啦！街小兒麻痹啊！咦？個二維碼有冇嚟咗呢度嘅？咁唔好嘥佢啊！中意我哋節目嘅掃下邊啦，掃下邊啊嘛，嚟！大家好，同大家解釋一下點解而家係一個烏燈黑火情況。因為我哋而家喺度搞緊我哋嘅新企劃，個名叫幕前玩家。具體要做啲乜嘢呢？唔知，但係我哋今日首先玩一鋪狼人先。一講到狼人呢個遊戲，我驚講出嚟嚇死你。我玩咗幾耐狼人，大概玩咗3粒鐘，3個鐘之前我啱啱學識。不過唔緊要，因為我覺得狼人呢個遊戲同殺人遊戲係有異曲同工之妙。好似我啲咁高智商，個樣又靚仔，睇我樣，肯定可以呃到好多人咯。大家好，我係貓妹，我係狼人嘅智障玩家。我希望我第一晚俾人殺死，咁就唔使咁多推理啦。多謝。大家好，我係家健。其實我想做一個好人。大家好，你哋叫我師弟就得啦。我覺得呢一鋪我唔會犯咁多錯誤。大家好，我係阿奇。希望大家唔好再次因為我太多嘢講而票死我，可以俾我留多啲時間。多謝大家。大家好，我係童子，希望今局我都可以繼續做一個好人。大家好，我係屯門不夜，我要懟冧晒你哋。大家好，我係嘉爺，係有信望嘅人，唔該請相信我。好，3、2、1，天黑請閉眼。
狼人請開眼，今晚你哋要殺嘅人係狼人請閉眼，預言家請開眼，今晚你要驗證嘅人係預言家請閉眼，女巫請開眼，今晚死嘅人係你要唔要使用解藥？你要唔要使用毒藥？女巫請閉眼，獵人請開眼，獵人請閉眼。天光，尋晚死嘅係3號，3號請離場。我第一個係嘛？第一個好似冇咩好講喎。咁咧我就你哋冇殺我就得啦，好簡單啫。第一個第一個雖然我哋嘅歌玩家健就已經死咗啦。懷住沉重嘅心情，我都想奉獻下大家。雖然第一個冇乜信息，但係畢竟交翻去我哋嘅主持，所以為咗節目效果，請千祈大家唔好咁快跳死佢。多謝。第一局都冇咩好講㗎啦，之後希望呢一局嘅女巫唔好隨便毒人啦，唔係我會好嬲㗎。就咁啦。咁既然我哋第一位高遠俾人點樣交玩咁？俾人帶走咗，咁我覺得我都跳下身份啦，係嘛？我尋晚咩都冇做到嘅，希望大家可以對我刀下留情。啱啱講殺晒你哋講笑咋，唔好咁唔好搞我，真係多謝晒，多謝晒。我係一個有嘢嘅人，你哋咧就睇住啦，唔好亂懟。我又係一個好人，的而且確我唔知點解因為我呢個身份暫時未死得住。我相信啊，大家唔會破壞呢個規則。同埋我唔知點解你硬係要叫大家唔好殺我，我覺得好值得俾人殺咩？好值得俾人殺咩？你話要分析唔到嘅。一講話有幾個高玩喺度咧，我就特別留意佢哋神情喺度。再保留啦，我覺得我今次會棄票。我又要挖水啦，多謝。發言結束，進行投票。5、4、3、2、1，請投票。好，全部棄票。天黑請閉眼，狼人請開眼。今晚你哋要殺嘅人係狼人請閉眼，預言家請開眼。今晚你要查嘅人係預言家請閉眼，女巫請開眼。今晚被殺嘅人係你要唔要使用解藥？要唔要使用毒藥？女巫請閉眼。天光，尋晚係平安夜，由1號玩家開始發言。如果琴晚係平安夜嘅話，我覺得咧有命案發生，但係有女巫救翻人，因為我好似係佢身份好卑微，我啲刁民嚟嘅。我唔知點樣帶節奏，我覺得北野可以試下頭啊！佢氣場嘅影響，我覺得我可以睇到。我覺得北野可以，如果有嘅話 check 下佢。OK， 如果今次直投票會，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直投票嘅，因為我係屬於我一個好直觀嘅 sense， OK， 我有個 sense， 但係我真係唔係任何嘅身份，我係刁民嚟嘅。OK， 下一個。第一輪開始嘅時候，我諗住如果佢冇死嘅話，我會講佢係狼人，因為上一個開始嘅時候，佢攞咗我嘅牌，然後佢變咗村民，我變咗狼人。我相信風水輪流轉，下一鋪佢一定係狼人，我係村民，因為我係好人，我係村民。然後佢死咗嘅話，我覺得今局有啲危險嘅氣場，就係嗰邊我覺得有3隻狼，然後我覺得可能係呢3隻，唔知點解可能。我對家爺比較信任，然後北野我都覺得有啲危險，可能對於村民同埋村民之間嘅信任，就咁樣講，大家會唔會懷疑佢我係狼人啊？冇啦，總之我真係好人。我講完啦。我對比咗大家上一鋪同呢一鋪嘅反應嘅差別。第二輪開始之後，聽1號同2號已經講完句話，咁我仲係得唔到咩有用嘅信息，跟住我又唔會傻鳩鳩咁去跳。按照我哋馬妹嘅理解，因為佢做狼人嘅時候咧，佢會特別失常，會特別多嘢講。咁呢一鋪咧，佢一如既往你多嘢講，所以我係非常地懷疑馬妹係有警棍嘅。大家都知道家健同埋家爺呢兩個帶家姓嘅人係天生係狼人命嚟嘅。你一旦狼人上身就會殺無赦。但係貓會如此地信任你，跟住就仲非常明確地懟咗我哋呢邊有3匹狼，我非常懷疑佢哋兩個係有關聯嘅，所以我覺得係佢哋兩個係非常值得懷疑。
即係上一位已經講咗佢嘅態度啦，之後我係覺得比較值得信任嘅。啱啱起隊嘅係貓妹同埋家風，之後貓妹又話信任嘉嘉，之後我覺得佢哋三個如果要票嘅話，我會票貓妹先，就咁。即係你哋冇可能係因為我個樣而懷疑我係狼㗎嘛？即係推過啲全部識摸，係咁我聽晒佢哋講嘅嘢啊，係嘛？我覺得我對面兩個係對我有意思，可能係就懟入我，咁我都順住前面講話，我懷疑貓妹咯，可能係批狼。咁就係呢個有人跳下身份驗下佢係定唔係？如果係嘅話，俾啲係嘛？我都話死佢啦，點樣點解佢啫？真係要跳死佢啊！即係我係個撈村，你知咩叫撈村知唔知啊？即係嗰啲冇乜嘅村民叫撈村咯。OK 係咁算。阿出奇，如果我係狼人，我就溝唔到仔。哇！所以貓妹講話唔知點解覺得我係3，依邊3，即係依邊3我都有。我同你講，貓妹係有可疑嘅。以我睇人嘅話，以師弟都係有可疑嘅。你信就信，唔信就馬就。我信你。好，倒數5、4、3、2、1，請投票。好，貓妹。有冇遺言啊？有。我真係個村民，做咩要殺我？好不容易有個村民，我同你講，呢3批一定係狼，3個喺度。我希望預言家驗下呢3個，一定要驗佢哋。我覺得佢哋3個係狼。你都唔出聲，我覺得你好似我唔係指你，我指師弟嘅。我指師弟嘅。好不容易做一次好人，又俾人殺。好，天黑請閉眼，狼人請開眼。你哋今晚要殺嘅人係狼人請閉眼，預言家請開眼。今晚你要查嘅人係預言家請閉眼，女巫請開眼。今晚俾人殺嘅人係你要唔要救？你要唔要使用毒藥？女巫請閉眼。天光啦！尋晚死嘅人係4號同7號。我覺得如果係咁樣嘅情況，我覺得仲有一隻狼喺度咯。如果按咁嘅順序，如果師弟係狼嘅話，咁北野係獵人，唔係嗰個女巫，佢毒死佢，或者係師弟係女巫，佢毒死佢嘅機會比較大啲。而家可以確認一個情況就係，除咗我之外，其他都有意見。我其實贊同啱先嗰個意見嘅，北野同埋師弟，我比較偏向於北野其實係一個女巫，女巫有毒藥。師弟啱先語無倫次，應該係有啲嘢。嘉怡係嘛？都講到自己講到啦，咁嚴重，咁斷估唔會攞自己啲中山幸福嚟玩嗰個遊戲嘛？係咪？所以我認為洪子老師同埋阿奇都有嫌疑嘅。洪子老師就不嬲都好鎮定，阿奇就不嬲都好多嘢講。我覺得，我覺得票走阿奇啦。唔知我覺得佢好多嘢講。其實我諗緊咧，其實遊戲係咪已經輸咗㗎啦？竟然未？其實我而家就可以跳身份啦。而家咧，我覺得差唔多啦，因為咧呢一鋪其實我 check 嗰3個人嘅身份咧，咁啱就係你哋3個。跟住如果法官冇老點我嘅話咧，你係好人。跟住咧，呢2隻都係狼。哇！你嗰種感覺係一聽到我頭先我幾驚我死啊！你而家睇翻回放，你見我喺度十字緊扣喺度祈禱咁樣啊，好驚我死咗。一開始係查家風嘅，因為咧我而家諗好咗，如果你係狼嘅話咧，我係會撐你嘅，因為我為咗個收視可以 keep 住落去，係唔可以俾佢撳到死嘅。即使佢係狼人，但係發覺啊，竟然佢好人，實在太令我失望。第2局就係出咗家爺，因為家爺其實係一個好嘅風向標嚟嘅，只要佢係狼人咧。同我有關聯嗰啲基本上都係走唔甩嘅，所以我就 check 咗佢先，咁發覺佢唔係好嘢之後咧，我就覺得應該貓妹係應該係有嫌疑嘅，所以就跟大隊就票成咗貓妹，跟住就另外一個風向標咧，就2位高玩就係睇下洪子老師。如果洪子老師係自己有咧，
就可以大膽咁信任佢，一步一步走向勝利啦。但係發覺原來佢都係狼，我哋票死咗佢，但下一局狼人就懟冧我，咁剩低一狼一人，其實你哋都會死嘅喎。咁我又諗緊，其實遊戲未必輸咗咧。其實係嘅，但係為咗節目效果，我想一開始我就要死，我都唔想開槍，因為跳死自己人機率實在太大啦。有可能師弟唔信任我，以為我係嗰啲解藥嘅人，所以就冇救我咯，好傷心。我講到咁激動，點解你會知道佢哋三個係狼嘅？我都話氣場咯，我都話你哋呢邊嘅氣場好奇怪，我係人，我都話我相信呢邊村民之間佢有問題，總之呢邊有問題嘅。你救到邊個其實？救我啊！救咗你啊！救我！第二晚死嘅人係，我唔想第一晚用救藥嗰陣，我係諗住第一晚用咗話緊，後尾幾晚嗰陣時，女巫嘅作用就會少咗好多，因為第一晚狼一般都殺唔準，預言家都係盲殺嘅啫，所以我就賭第一鑊唔會殺到預言家。第二鑊嘅咧，我就覺得應該就大概知道，咁我就冒住被呃藥嘅風險去救咗落到。救得好，果然咁啱咗，但係都係冇用嘅。講真，如果冇我嗰番話，你哋有冇考慮過係先對車交鋒嘅先？呢番話冇，我覺得佢係好人啊！我已經有樣俾你睇啦，我好人，我直頭。點解要睇佢能力？睇佢嚟投我啊！你要嚇？我一開始攞村民超開。我唔知，總之有一個好莫名嘅氣場，我話俾你聽，嗰邊有隻狼。有一隻。睇到佢嗰啲好唔從容嘅狀態，我覺得乜嘢有問題。由票死貓妹嗰一刻開始已經註定咗。咁點解你唔投我先嘅？嚇？你唔投我先嘅？因為第二局嘅方向係已經引咗太多人去貓妹嗰度，我投你都冇用㗎，咁我點解要投你咧？我哋發咗個毒誓啊！其實都實現咗我做村民俾人投死。跟住你自己又講咁多嘢啦，搞到我誤會咗啦。咁而家錄字幕啊嘛，你話要字幕效果，我平時話都係唔知。咁多要求啊！我啲先殺佢啦。呢個幕前玩家就隨住我學咗幾粒鐘嘅狼人之後，就開始咗我哋第一期啦。咁其實佢就唔係話淨係玩桌遊嘅，仲有其他好多新嘅遊戲啦，又或者係我哋可能會研發啲遊戲。咁亦都希望各位觀眾朋友可以推薦一啲遊戲，我哋可以玩，我哋玩俾你睇。你哋好啦，唔使玩有得睇係咪啦？不如玩多鋪啦，我唔想做平民，我想做狼人啊！玩啦！我要殺人啊！